以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这个台南市政府成立一个毛小孩积分就业辅导中心，专门帮这个流浪狗找头路。平均一年是帮1000多只流浪狗找到适合的工课。这种特殊又有人性的做法，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。派出所所长看尿尿来到社区巡逻，来到这所在以后是警察的好帮手，嘛甲当地囡仔真亲近。尿尿。 做警察犬是尿尿的新工作，原本嘛甲遮伫收容所的流浪狗共款，规工伫内面，佮自从训练师来了后，日子开始变甲更趣味。叫2声的意思。基本的口令动作真紧就会晓，每一只狗仔拢有家己的个性甲优点。这些简单的动作的话，大约是半个月就可以。 台南市府推动日用工作犬已经有一段时间，今年嘛首创成立积分甲就业辅导中心，强化训练积极帮狗仔找头路，平均一档就会当介绍2000只。比方说他是花卉业者，我们就推了一个护花使者工作犬，去保护他的花。 即马有警察犬、猫保护会工作犬，也佫有伫社区服务，或者是校园等等第2代工作犬，符合人性的动保政策来管理流浪狗，减轻收容所压力，或者流浪狗会当重新甲人类有更较好的互动。